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成言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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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水顶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船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水顶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船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你的囡仔，你结婚啊？你某嘞？我某早就无去。是啊。对人走。啊！你某缀人走哦？哎哟，看你人都袂歹，安那你某会缀人走？歹势啦，我袂应该安尼问你，是讲，你囡仔嘞？我的囡仔自细汉，因就失踪啊，我已经找因找10多年。哦，伊就是因为恁某缀人走，你的囡仔又搁失踪，才折磨家己，折磨遮尔落魄哦。哦，无怪哦，大概来问你话，你就拢不爱应啦。歹势啦吼。无要紧啊。代志已经经过遮久啊，我已经也放袂记。即摆，我敢若一心一意要找到我的囡仔，其他的拢无重要。阿母，我知影啦。会后我对你讲话口气是我唔对啦。毋过迄份工课我一定爱去做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大小姐唔做，干嘛要去做人家使用人？你大概唔知想什么货吼？阿母，就是因为你一直甲我当作亲生查某囝看待，拄社的初档工课你拢唔甘互我做，就算讲我做的，嘛是我这个查某囝应该做的，我一点儿拢无甲你斗分担嘛。你甲玉清啊，拢是我的囝，我饲恁敢唔对心？阿母，我已经20岁安尼，我应该爱独立啊，袂当互你替我甲玉清操烦一世人。搁再讲，玉清即马要考大学啊，敢若考遐刺绣的工课，赚的钱根本都无够，我应该加甲伊欠一寡学费啊。我毋是甲你讲，学费的代志你就毋免烦恼，我早就准备好啊。阿母，你对我比你家己的亲生查某囝阿管搁较好，你愈安尼对待我，我心肝内愈感觉袂得过。哎呦，我毋知要安怎讲你才好啦。自从受恁家底下了，我就甲你当作咱亲生的共款。你拢甲我
是外人啦。无啦，阿母，我无这意思啦，拜托你啦，你着互我去试一摆啊。我卡输若感觉无适合，我着马上转来，好无？真啊，阿母啊，迄家口啊吼，人足单纯的，啊嘛干那一对老阿母啊，应该足安全的。而且搁再讲，我实在是住啊伫遐，暗时我着倒来甲你斗相共，安尼好无？查某囝也大汉，我着无法度管啊啦。是讲吼，阿母要甲你讲啦，毋是干那你关心你的安全啦。咱若做了忝，莫做，倒转来厝，知无？我知影。是安怎别人的阿母，拢比我家己的亲生阿母对我搁较好。母亲啊，你洗爽啊？无啊，啊，你摕囡仔是要创啊？去那等于那喏，啊，你当啥货啊？无啦，阿母，无啥。我看。啊！你偷摕我囡仔去当你成绩单哦？哎呦，阿母啊，较细声。你偌细声啦？哦，你看，一两早是5块啦，你甲我考5科是红字的，拢无及格哦。哦，啊，及格是音乐啦。哦，你唱的比讲较好听啦。啊，你准是徛倒位去安尼？哎呦，阿母啊，爱用读册是要创啥的啦？上无我会晓唱歌呢，对无？唱歌以后会当做歌星呀，就参像迄美国迄猫王共款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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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真啊！你敢袂有读出团来哈？还只无读我这册哦！我刚才想讲要来趁钱，互你去读大学，你竟然好唔好？哦，一寡不得不起，你是看来当着你想啥啦？我哪有啥物学不得不起啦？啊，我只是较还蛮读册尔，你闹啥？哎呀，玉清啊，用讲的就好，那就动手啦。阿母，你知影无？我爸伊真正原因哦，毋是因为成绩考了歹。你若是成绩考了歹，爱报甲人家报倒转来。爸爸，你是因为你无老实啦，你竟然偷摕阿母的囡仔去读。我告你，你拄则是啥物态度啊？实在互我真伤心的。清啊，佮唔通阿姊回一个失礼哦。啊，拿紧起来讲啊！阿姊，是的啦。玉清，咱两个相依为命遐侪年，阿姊从来莫甲你拍过，我嘛无爱你甲我回失的。我爱你会记得，当初咱吃安尼济苦，咱是等着阿母甲咱收留，咱毋知有厝通住，你毋知有书通读，你卡输来一点仔拢无珍惜，你要安对得起阿母，还佫来死去阿爸？玉清，咱是因为好运才去等着阿母，也毋过人无可能一世人好运。卡输你若真正毋知影珍惜，你真正一世人扣角啊啦！玉珍啊，玉珍啊，玉珍啊！哟，强拍呢！啊，面阁红红，敢若关公呢？唉，玉清啊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这世人吼，你会当对不起我阿母，嘛会当对不起我，你就是袂当对不起你阿姊，知无？咁正呢，佮有人偷摕囡仔当成绩单，啊，佮强掠着，哈！
我来上班啊。你毋是讲你无来上班？我昨暗打电话来，是头家娘叫我来。我感觉会出来，你对我这个人真无好感。咱才拄熟识尔，我哪有资格对你无好感？你咧对我讲的这款口气，若毋是头家娘教的，我绝对袂用你。也毋过，我歹话要讲真正，毋管你对我安怎无要紧，你要好好照顾头家娘，也若无，我随甲你死头路。头家，早顿准备好啊咧，即马摕来头家娘食。好，你想怎带伊去哩？甲伊看面来照顾头家娘。好。是啊，你想咱早玫瑰来遮？我头一天上班，想讲送一蕊玫瑰花，互头家娘做纪念礼。我跟你讲，头家娘上讨厌花，尤其是玫瑰花，从此以后不准你带玫瑰花来遮。头家娘是安怎上讨厌玫瑰花？这你免问，你就会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好。去哩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心事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一定头家娘就是带这个啦，你摕早点去互食。你来。你来啊！头家娘，食早顿。我头一天上班，无啥物经验，嘛毋知这个规矩，是毋是爱我饲你食早顿？你坐落来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坐啊！你叫美观是无？你会当来照顾我实在足欢喜的。我嘛毋知影是安怎，我头一摆看到你，我就感觉足亲切的，好亲像咱以前捌见过面，咱已经熟识足久的同款。你是住大间厝，坐后头车的有钱人，咱哪有可能有熟识？我知影吼，你无介意头家啦，也毋过吼，伊只是歹面相。其实吼，伊是一个好人，你莫对伊有成见啦。我是互伊请来，我哪敢对伊有成见？美娟啊，敢我若甲你讲过，你生得足水的。玉晶，你足水的，比阿母吼搁较水哦。真是啊，当然嘛是真实的。人水无重要，命水较重要，敢毋是？是啦，你讲得真对。这句话，我以前嘛捌甲我的查某囝讲过。顶摆你甲我讲，恁查某囝若伫咧，嘛甲我同款，已經20歲啊。敢讲伊已经死啊？无，伊无死。那你即马伫倒位？我若无看到伊。我嘛毋知伊伫倒位。
有应该失去联络，我嘛找伊10几年啊。你是安怎失去联络？是伊离开你，也是你放弃？做人老母的，哪有可能会放杀家己的囡仔？只是迄当阵的状况，毋是我会当控制。对啦，世间上有真侪咱无法度控制的代志，就亲像我同款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无啥物意思。敢讲你甲你阿母嘛分开啊？无。虽然阮阿爸已经死啊，也不过阮阿母对阮真好。伊一个人辛苦开一间旅社，将阮请养大汉。就算讲阮阿爸意外死亡，剩伊一个，伊嘛从来毋捌互阮寒着、热着、枵着。无论伊搁怎安怎艰苦，伊嘛从来毋捌想过要放下我。伊全心全意照顾我，一世人我无法度还伊的恩情。真歹势，头家娘，你还是赶紧去食早点。啊，若无叫头家看到，伊搁借口要来责备我。我袂用互伊知影，因为伊毋是我的阿母，伊无资格做我的阿母。讲心事，讲心，讲心事，讲心命，提出心心意命。查某囡仔人行路慢慢安尼乒乒乓乓，较细声咧，无代无在。你是安怎？无啦，美冠，我知影吼，你是头一天去上班，莫紧张啦。头家哦，甲头家娘人拢足好的呢。这杯茶哦，你放去互头家啉，我来去买菜。你是安怎要安怎做？你是安怎要安怎做？你是安怎要抢走我呀？我要替我阿爸报仇，我要替我阿爸报仇！你若无想要泡茶，我啉袂要紧。只要你甲恁头家娘照顾好势，剩的我拢袂要紧。我毋是挑工啊，我是捡茶的。你的手安怎无哈？来楼顶我给你抹药啊啦。免啦，我无代志。你安芳一个茶，芳到手去互烫掉，恁头家娘要交代互你照顾，我实在是真袂放心。天生啊，你莫安尼讲啦。伊头一天来吼，较袂惯势啊。头家，你毋要替我讲话。管。为你头一摆来我厝应征开始，你就激一个面相互我看。但是安怎？我敢是对遐歹哦，遐顾你的话。不能以有用的时间做有用的工作，是为走较实在。
不能运用良好的环境，成就良好的事业，是为错失良机。敬请下礼拜一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。大事一生缘。讲正，咱若无行，袂出名。我啥物拢毋惊，我啥物苦嘛吃。搁较重嘛敢担，搁较远嘛敢行。无论是半山也过岭，事事拼输赢，行行都是